香港報刊文學革新者，矛盾，由江培強聲演。講起香港文學發展史，唔可以唔提上世紀30-40年代嘅南來作家潮。其中一位對香港文壇影響深遠嘅南來作家，更加四度居港。佢就係今日嘅主角矛盾。矛盾你好，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講下你南下香港之前做過咩嘅呢？當然可以啦。1916年，我喺北大預科畢業之後，就加入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同埋翻譯工作。直到1921年呢，我一方面就同鄭振鐸、葉聖陶總共12個朋友就成立咗文學研究會，高舉文學為人生嘅旗幟。另一方面就出任小說月報主編，共同推動現實主義文學，為推動中國新文學運動發展出一分力。據我所知，文學研究會同好多文學團體喺推動新文學方面都不遺餘力，可惜抗戰時期被迫終止。之後你就成為其中一位南下香港嘅文學家。當時嘅具體情況係點㗎？冇錯，抗戰期間的確好多文學活動被迫終止，其中喺上海創刊嘅《立報》就係其中之一。我記得1938年《立報》喺香港復刊，我就被邀請出任副刊研林嘅主編。因應當時副刊內容比較保守同混亂，所以我就主張以五花八門、雅俗共賞為內容風格，並且以813淞滬抗戰為背景，連載第一階段的故事呢部長篇小說，同時又發表一啲雜文時評，吸引到唔少讀者支持㗎。矛盾你實在太謙啦！聽講你仲係文藝陣地雜誌主編，將小說月報嘅經驗薪火相傳，直到1938年遠赴新疆教學，1941年又再次來港。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同埋香港淪陷，兵凶戰危，但係我已經應承咗華商報同埋大眾生活兩本刊物擔任編委同埋公稿，所以就將自己過往2年喺香港同新疆嘅經歷，以如是我見我聞為主題寫成散文，喺華商報登塔連載。另外為大眾生活創作咗長篇小說《腐蝕》，為香港讀者介紹重慶政府防空洞、空襲等等內容，希望做到文藝大眾化之餘，同步宣揚抗戰思想。抗戰期間歷盡艱辛都堅持文學創作，難得啊，難得！抗戰勝利之後，你又再2度居港喎。係啊，1946年我第3次嚟港出席文協香港分會歡迎會同埋香港文化界公宴，留咗13日就離開啦。之後嗰年我第4次訪港，除咗參加文化界活動之外，亦都擔任小說月刊嘅編委同埋文匯報文藝週刊主編，完成咗人生最後一部長篇小說《鍛鍊》。諗翻起自己寫過嘅長篇小說，其中3部都喺香港完成。香港的確成就咗我嘅文學創作之路，而我亦好慶幸可以為香港文壇同報業帶嚟長遠而重要嘅影響。矛盾一生致力於文學創作同編輯工作，佢嘅長篇小說由以結構宏偉嚴謹，注重人物心理細節見稱。1981年3月，矛盾與世長辭。同年10月，中國作家協會遵照佢嘅遺願，將佢積存嘅25萬元稿費成立矛盾文學獎，推動中國長篇小說創作同發展，至今仍然為中國文壇培育生力軍作出重大貢獻。